为了稳定800G 的供电，台电提出协调电厂更新改建的计划，要伫电厂的边仔设第4天然气接收站4只哦，后个月初会来进行宽频。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，4只宽频无针对天然气的用量，佮有碳排来做总体评估，对家人港佮国防安全的影响嘛拢无讨论。伊是呼吁讲，经济部应该先办听证会，才佮做宽频。 台电伫咧进前提出协和电厂更新改建计划，希望伊让起4只，后个月就要办宽频。不过有民间团体讲，除了生态环境，也有其他问题要解决。国防部列管的要塞堡垒内木山营区，仅只距离1900公尺。如果除气槽已经陷入火场的时候，它是周边1600公尺。 都必须要完全隔离。在这种风险评估之下，我们在过去几年的环评初审当中，从来没看过国防部针对这件事情有表示过具体的意见。民间团体表示，台湾按算到2032年，将会有7座液化天然气接收站，总除气槽的数量会有49个。但是以人均储存量来做比较，台湾的除气槽密度将会比日本、韩国还佫较侪。但是有关台湾使用偌侪天然气，抑佫深度依靠天然气发电会产生偌侪碳排，敢若拢无好。 总体评估加公开检验，民间团体认为4只有可能会破坏国人港出入安全，也有港务经济问题。再加上最近中国军演正接，恐惊引起国防安全的疑虑。如果今天 LNG 船因为两岸的这个情势紧张而被封锁的话，我们的能源单压在 LNG 天然气上，真的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有所的维系吗？民间团体希望经济部应该伫咧办宽频进前，先调查证据，结果办听证会。另外，中火2期燃气宽频伫10月30宽频大会已经通过，这个月17有10位中江岛的居民伫处分不满，要向行政院提诉愿，要求撤销中火2期燃气宽频的结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